目前咱台湾已经有14000多台的电动轿车，然后照即摆的规定，新起的建筑物拢爱留电动车的充电设备甲空间。在电动车的民众表示讲，因捌提出这个充电设备的需求来互管委会，不过管委会却拢来甲因拒绝。 接起充电口替电动车充电，英国、法国等等国家暗算伫未来停止卖汽油车、电动车加做新的议题。虽然营建署讲，即马对新的建筑有要求，爱留充电设备的空间，不过台湾有侪电动车主讲，要伫家己的停车位设充电站是真困难，因为社区管委会常常否决设立充电站的要求。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惧，他觉得是安装了这个等于是像装一台冷气的这个拉这个电源，它就会破坏整个大楼结构，甚至是会造成整个火灾。林管局讲，即马当咧收集民众替电动车充电的时阵，定拄到的问题，要制作一本手册来互大家参考，降低疑虑。台电嘛讲，过去社区设立充电站，常常拢是各车主家己为电表扭线到车位。即马有推出一套新的建议做法，互车主甲管委会参考。来申请专设一户，那整体规划电缆线架，日后车主有需要的话，就从这个线架就近拉线到自己的车位。但是社区管委会也是社区区分所有人会议，拢常常否决设置私人充电站的问题，伫公听会也是无得到解决。立法委员陈椒华表示，如果需要函请行政院消保会另外召开会议，进行法规的了解甲讨论，解决车主的需求。记者郭伯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